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今仔日要带恁来一个足酷的所在哦。嘿嘿，你唔知影这是倒位哈？我甲这足熟的呢，来进来哦。这就是录音室，恁敢知影迄是啥物？就是会当把声音录起来的所在哟。我常常来这做歌星呢。老师，阿高你来啊！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看录音室。好啊，来进礼拜。好，先来看这。足酷的哈！有这款物件，嘛有这款物件，阁有遮济会当存、甲会当塞的物件呢。这边是我做大歌星的所在。进前无注意到这呢。哦，软，敢若破去呢。哇，真好势呢。哦，袂记你介绍这门足厉害的哟。恁听，咱哩内底都听无外口的声音哦。阿高，咱来洗器材啊。好。哇，会当洗呢。阿高，洗你，迄线啦。第一啊，佫会当调关机呢。电梯上楼，电梯落楼。好，咱要开始啊！好，任务来去出任务，金雀阿高，小少出任务，今仔是要去倒位？唔知是啥物话个，到底来熟悉无共款的头路，赞完成。出任务咯！金雀阿高，找人上介高。你有听到无？这是我拄仔唱的呢，拢录起来呀，足好听的呢。阿高，我讲，佫一项佫较好耍的哦，看你看。你家己叮当呢？是啊，你要算看卖无？我要试看卖，我嘛想要试看卖。好，安尼吼，下面你塞一支，好，我你试看卖哦。好。哇，听起来敢是足大的所在唱歌的声音呢。今仔日带大家来看录音室，就算个做歌星，真好耍，一兼二顾，真趣味呢，足赞的啊！赞好。